2026 HS50 Best Bars 公佈咗啦，香港一共有7間酒吧上榜。我呢條片除咗要帶你哋去呢7間酒吧行下，仲要反其道而行 diss 下佢哋，希望出咗街之後佢哋唔好 blacklist 我啦。第3名 Bar Leone， 連續2年亞洲冠軍嘅羅馬主題社區酒吧，好 vibe 好飲仲好好食。缺點除咗排唔到入去之外，佢哋好好味嘅煙燻橄欖真係好貴啊，成100蚊樽，捨得送俾朋友咯。第22名高卡，日本大師 Shingo さん打造日式匠人信心保證，必有 Watermelon Coffee Fizz 同埋個比排隊名店仲好食嘅刨冰，不過每次上嚟都行到我半條人命咯，嬲。第24名 Koa， 曾經連續3年亞洲冠軍，將 Tequila 同 Mezcal 文化帶嚟香港。Cocktail 同 Service 我冇 friend 彈過，唯一係難排同埋唔飲 Tequila 嘅話就冇乜嘢飲咯。第36名 Muse， 票選調酒女神 Shelly Tai 打造，一開就大排長龍，小清新 classic 清爽好飲，只不過有 bartender 成日引誘我叫 Ramos Gin Fizz， 搞到我又要嗌多幾杯等佢沖好咯。第39名 Argo， 有朋友話呢度係香港 bartender 顏值最高嘅酒吧，呢個你哋就自己評論啦。不過嚟親呢度都勁開心，只係呢度係上咗咁多間最貴嘅，成180蚊杯，同埋佢哋換走咗我最中意食嘅奶醬多爆谷，唔開心咯。第47名 Montana， Bar Leone 同巴塞隆拿 Sip 聯手打造嘅古巴主題酒吧，氣氛熱鬧，風情萬種。不過講真 ，I 人真係慎入，因為你一入到去就會全場歡迎你。第49名 Penicillin， 當年上網環保主題酒吧，呢度有我摯愛嘅 Hot Flat and Crowded， 同埋呢度坐吧台超易識人，唯一係次次嚟都醉晒，啲人太癲啦。以上就我嘅主觀批評，希望佢哋唔好睇到啦。